根据财政部上新的公告，4月个人房地合一税收有52亿3000万，年增率是129%，创下新高。这也代表旧历过年以来，房市是愈来愈高压。虽然一直咧落雨，工人伫工地内底无闲试试，一点仔也无放零为销售当中的建限努力赶工。伫房市交易正闹热带动之下，也互全台房地合一税也愈来愈多。根据财政部上新的公告，4月个人房地合一税税收达到52.3亿，年增率高达129%，同时也是房地合一税上路以来历年4月同期新高。其中北台湾房市交易表现是上好，新北市已经连续2个月赶过台中市，正做高税王。交易量也比较多，那同时房价也涨比较多，所以统计起来会发现说，其实房地合一税的一个缴税网变成新北市。伫厝价一直到未落的情形之下，也互六都甲新竹地区买厝年会有较大的情形。根据联定中心买厝贷款统计资讯，比较2013甲2013年买厝年会占比差异，数据显示40甚至50岁以上年会买厝占比差不多全面拢提悬，尤其厝价上悬的台北市买厝年会较大的情形上明显。2013 30到40岁买厝占比32.9%，暗过到2013年就下降到26.7%， 40到50岁占比是提悬到33.7%。很多人会宁愿用租的，对，用租的反而还比用买的更便宜。月收可能要到8万、10万左右会比较安全一点。那进一步观察2023年7大都会区40岁以下买厝占比，新竹县市较少年族群买厝占比达到56%，是7大都会区的第一名。也有很多的上市柜大厂，他们提供的这些薪资待遇呢是相对突出，也让这边的就业青年呢，他的这个购屋的能力是相对于全国各县市来说表现比较好。但庭中表示，今年到即马房屋交易市场是真活跳，厝价也受到支持，选去房市依然是温和稳健的方向来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